中宝书画联展赞。哦，你看阿嬷88岁啊呢，你看双针我在里面说，然后你就下去我的角落画。四川。哦，真的哦。因兜有张家珍的大咖哩，你会使去阿方因兜，我叫唱也好，我一张拢抄。对，是啊，我都是傻子。四川话是。今天是我们彰化县松柏书画学会在我们妇女学院举办汇演联展。那我们松柏书画学院成立已经有22年，那汇演成员有90多人。那这次的档期是从11月6号到26号。那这次我们各位可以来这边欣赏，我们这些作品都是我们汇演绘画的，不管是风景静物，那每一个人很用心在画，他们用色，他的意境或是技巧都是很棒的。我相信说我们这些会员很多都退休人员，他们是一种活到老学到老，而且把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把好的作品呈现在我们妇女学院这边。那我今天仅代表彰化市长林世贤在此欢迎我们所有的乡亲到我们妇女学院这边来看这么优质的一个发展。那我也祝福这次的发展能够成功圆满，谢谢。彰化县松柏书画协会理事长杨丽琴，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说明我们今天的彰化松柏书画协会的汇演联展是今年是第2场次的联展。那我们这次展出的作品总共有70幅。那在我面前的这一幅作品就是我今年下半年刚画好的一个新作品。那这个作品它所呈现出来的就是有2只蓝雀大家可以看得清楚。说我的作品的落款就用蓝雀呢喃诉心语，然后松柏长青化永恒。因为松柏在我们那个中国历史里面，它代表的是长寿。那有2只蓝雀，它代表的就是夫妻，夫妻永结同心，然后能够长久的身体健康，是目前我们大家所期盼的。所以我就画这一那个蓝雀跟松柏，代表就是说能够生命长久、健康平安。是，谢谢。